者都越教越多，将来回到天上，我们都有仙桃可以吃，这样好吗？好，那后学想了5年，终于找到了终极人生价值呢，就是往内要擦亮我们的心灯，也就是把我们的金刚佛性把它擦亮。这辈子不擦，下辈子再来，那就是六道轮回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有要来成长，都有功课要做。成长到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不需要成长，这个我们的金刚佛性不需要再擦了。这样了解哈？这辈子不擦，下辈子要再来。再来往外呢，我们就要怎样照亮别人，让我们的佛光爱心发挥出来。所以人真正的收获不是拥有，而是付出，付出才会结出。那在哪边付出更不得了？像后学呢是护理人员，护理人员是白衣天使。那白衣天使呢，就是我们医生护士再厉害，也是救众生的肉体，这个肉体毕竟是假的。那我们今天在道场，我们都是什么天使？白羊天使，我们可以救众生的灵性解脱。所以我们在道场上，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更不简单？所以我们在道场上好好的服务呢，可以帮上天的忙，救更多的众生打本还愿。所以郑成功大仙结缘心这么说：不要说难，不要说忙啊，说忙说难，说难说忙，难躲无常啊！今生不办，怎么对得起自己？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呢，行遍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什么不误人？修行不误人。好，那后学讲前面，你们就念后面好不好？吉凶祸福，天主张；毁谤称誉，人主张；立身行道，我主张。好，今天成仙做佛也是我主张。那今天后学讲到这边，讲得很不圆满哦，叩求仙佛慈悲赦罪，请两边的前贤多多补充，那请各前贤多多包涵。好，非常感谢前贤让后学今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，谢谢各位前贤。感谢讲师慈悲前道，恭贺道，恭，刚刚讲。请秘书长帮我们慈悲。